功德活出上帝所赐的天生魅力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互相甲咱身边的人讲，甲你做伙做礼拜真好。也即特别伫即个疫情咧扩大的时，咱会当做伙做礼拜是一个足大的欢喜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平安、最衫、最鞋穿伫咱的身上。伫恁的家庭，也伫恁的家族，嘛伫网络顶悬所有参加礼拜兄弟姊妹，也所听你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做伙自责，敬拜你是阮生命中间上重要的代志，毋是只当阮软正的时才敬拜你。特别是伫阮欢喜感恩任何时刻，祈求你敬拜你，是你的囝儿查某囝，阮的性情，阮的本分，愿主你的阳光充满伫你的圣殿，伫普天下，也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愿领受上帝你的听，你甲阮讲，我看你最好，愿天父上帝你将你的阳光放伫所有阮的兄弟姊妹。互阮伫众人的面前来荣耀你，阮将今仔日的礼拜，将阮的心门向你来拍开，恳求天父上帝你的荣耀进入阮的心内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甲咱讲一项，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，基督徒应该有的，叫做属灵的气质。咱看到一个真互咱感觉气质无共款的，咱感觉讲，你作成艺术家，你捌看过这种人无？为什么你咱会安尼感觉？伊的外貌吗？伊的气质吗？气质这个字伫圣经中间实在无这个字，但是有用无共款的字来讲起，基督徒应该有属灵的气质。特别有一句话讲，上帝的性情，基督徒有份伫上帝的性情。你还记这句圣经节吗？上帝的性情本身就是上帝的本质啊，这嘛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气质。上帝的性情若踮伫咱的内底，咱就充满上帝伊的气质。耶稣基督若踮伫咱的内底，咱的生命就有一种的水。毋是敢若五官的水，是互人感觉这个人的生命中有一种无共款的气质。有一篇文章真互我感觉会心一笑，嘛真受感动。有一个爸爸，伊有一个4岁的查某囡仔，有一日，这个查某囡仔伫家己的房间内底扮家家酒。念伊着家己画口红，念伊着家己穿衫，然后穿妈妈的高跟鞋，就出来问爸爸讲：“爸爸，我有水无？”也即恁敢捌看过这种的形象？囡仔伫成长的过程中，会模仿伊的爸爸妈妈，模仿因的生活，模仿因的清茶。这个爸爸有一日开车载这个囡仔出去的时，忽然伫停红线顶，伫一个路口，伊看到。迄个路口的这个书摊有足明显的，因为这爸爸是外国人，因为外国的街头巷尾拢有咧卖报纸、卖口香糖，嘛有卖迄种叫做成人杂志。这个爸爸就回头看到咧杂志摊的顶端，足明显的，甲查某囡仔穿甲足少，毋是啦，迄查某囡仔家己穿甲足少。迄种的杂志就是咧表现，好亲像咧甲世间人讲，查某囡仔。应该就是安尼才会水。这个爸爸忽然惊一跳，伊讲：“我的囡仔敢要伫这种的环境顶来大汉嘛？那安尼我敢应该爱甲我的囡仔讲话？我的囡仔对房间出来，口红画甲歪七刷高，高跟鞋穿甲摇摇摆摆，
伊摸看有水无，我佫清清楚楚甲讲，哦，你足水。伊才感觉讲，我是毋是应该甲我的囡仔讲话？甲伊讲人的水是啥物？我用这个故事来开始，我问问遐个姊妹，你感觉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水应该爱有啥物？这是今仔日我要甲咱讲的。伫最后阶段，我要甲咱讲4项物件。一个基督徒的水就是心内爱有一个水的灵。一个基督徒的水伫心内爱有一个善良的心。一个基督徒伫伊的内心，什么叫做水？伊爱有上帝的性情，就是上帝的本质伫伊的内面。因为咱会有耶稣基督的香味。第四，基督徒的水，是因为咱活出美好。介简单来讲，就是咱来到这个世间，应该爱有一个存在，咱活的意义。有一种水，虽望人死啊，伊也有个水，迄叫做伊的生命活出来真正的意义。到世世代代人拢咧讲起，这个人活伫这个世间的贡献，伊的使命。伊敢去活，别人唔敢活。他的选择就是不选择，意思就是为了上帝放弃一切，来举十字架，跟对耶稣基督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感觉家己的囡仔真认真来甲伊讲，伊应该有生命的水。今仔这个世代充满真侪自我图像，真无够格的人。我感觉这个社会呢，都愈来愈注重迄种的医美，某一个程度好，但是某一个程度是病态，因为迄表明人对家己的五官无满意。比如讲，咱对咱有当时查某囡仔对家己的胸部无够满意，所以要用真侪人工的方法来增加伊某一种的外在。兄弟姊妹。咱感觉真正甲咱的囡仔讲，你足好，你足水。伫你成长的过程顶悬，捌有甚物人甲你讲？哦，爸爸足爱你，你实在有够古锥，有够乖，有够水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无论伫咱成长的过程顶悬，是毋是捌有人？用这种肯定的话来甲咱讲，嘛帮咱看到上帝所创造咱内面迄个上水的天生魅力。天生魅力会当讲，就是属灵的气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上少你哪会记？圣经就开始创世纪第1章31节，第1章上尾一节。上帝看伊所创造的万物，极其水哦，伊毋是讲水，伊讲极水，甚美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是咱的天父上帝甲咱讲，上帝创造咱有这种的水，是别人无的。愿咱因为认捌上帝，用上帝伊的眼中来看咱家己。伫今仔日开始，我邀请兄弟姊妹，咱追求天堂的水。就是天来找圣神的水，圣神所带来上帝荣耀，主耶稣基督的荣耀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咱拿流拿水，好不好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的礼拜牧师要甲咱分享，这是一个开始。因为圣经讲到人真正的水有真多，真善美智人勇，人真正的水包括智慧，包括勇气等等。有足济，其实迄拢咧讲去品格，但是牧师拄则甲恁讲伊4项，是一个真正的内涵。这个内涵才会生出圣神的果子，生出8个态度，叫做8福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当心安静，咱来听这圣经，也咱对圣神祈祷讲：亲爱圣神，求你帮助我，开我耳孔，开我目睭。互我会当看起世间的水，这就是拄则我甲咱分享的这个故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爱记得，如果你若对上帝得到上帝的疼惜，
或者你若爱你的囡仔，会当活伫一个真有自信，也活出伊家己的上帝所创造伊的旨意，甲伊的计划。咱来想象，甲咱的囡仔做伙亲近天父上帝，就亲像爸爸带囡仔倒去看阿公阿嬷。我一个譬如就是讲，有可能咱医术出去离开故乡去外面趁钱，但是咱来常常带咱的囡仔倒来到故乡来看阿公阿嬷，或者囡仔会当伫阿公阿嬷的身躯顶悬来知影，伊对什么所在出世，伊是什么所在的人，伊的家庭，伊的气质到底是什么？所以亲爱的姊妹，人物真正是水，因为这世间甲咱讲的水，无一定是水。你有同意吗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咱会当讨论，咱会当问咱家己讲，我伫这个世间中间，我的审美观念够有正确，我的审美的原则敢对？空气在人结的啦，对吧？水甲歹作主观，你敢有同意？你认为水，我无一定认为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话的内底，咱得到圣神的帮助。无论过去是毋是捌咱的师大人、咱的老师、咱身边的长辈，要甲咱提醒讲，你要拥抱自己，你要接纳自己，你要看见自己，你要相信你内底有上帝所创造的水。我真感动古伦神父伫伊的修道院的内底，伊有一个课程，就是要专门帮助人，帮助人找到伊内心里面的黄金。迄个课程的名，真正是安尼写。伊讲引带人、引带少年人、引带人去找到上帝所温存，将迄个水的荣耀的形象放伫你的内面。伊讲寻找到内心的黄金。所以我想到伫新约的圣经讲，咱人的生命亲像一个下气、瓦器，上帝将可贵宝贵的大能放伫迄个内底。上帝将伊极其荣耀的性情放伫咱的内底，互咱伫这个世间来荣耀伊的名。所以今仔日的两段圣经是牧师甲咱提醒，代表是一个对圣神的感动中间人物家己，所以伊真高学了上帝。伊讲人算做什么？你看过伊？我算做什么？我是山车的一个各样的囡仔。你运太甲我，互我一生最后竟然来当真多一个民族的王。人算做什么？你看过伊？代表讲，耶和华我感谢俄罗你，对于我的出世，对于我的受造。我看到你奇妙的作为，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的礼拜开始，重视咱家己，尊重咱家己，因为尊敬上帝，所以咱尊敬家己，疼惜家己，尊重咱的身躯，尊重咱的讲话，尊重咱的意念，互咱的心内常常有上帝伊的圣神甲伊的荣耀，甲咱三个弟弟，特别是在座的青年。上帝要爱恁真侪伊手上荣耀的器皿，恁的人生拄拄开始。牧师今仔日所讲的话，对恁来讲是一个引言。将来恁要伫上帝圣经甲圣神的帮助中间，认捌你家己。无论你去到什么所在，因为有上帝荣耀甲你三个弟弟，不要有自卑感。牧师虽然是160公分，今摆佫减1公分，159。即满拿来身体检查，我拢直直挺抬头挺胸，忙甲会当讲一个恢复160，这2年、这4年我拢安尼做，但是拢无恢复到160。但兄弟姊妹，咱的身高唔是上重要，咱生命的高度，恁听有迄个意思吗？咱真正生命的水甲高度，是咱心内迄种的卓越。上帝讲我的念头，我的道路悬过恁的念头，亲像天怎样悬过地。但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上帝甲咱讲：你是我宝贝的囝子。世间甲你嫌，世间甲你嘲笑，你不要气馁。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我的宝贝囝。
有个人笑基督徒讲有够戆，礼拜日不要去佚佗，走去礼拜堂互教会、互牧师骂。所听的姊妹，你毋是来互牧师骂，咱是来享受伫上帝的面前，上帝将伊的圣洁荣耀的话，加做智慧互咱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圣经一开始伫创世纪第1章31节，上帝甲咱讲。你非常好，兄弟姊妹，你要常常发你的手。我非常好，我非常好。有一本心理学的册叫做 "You are okay, I am okay." You are okay, I am okay。意思就是讲，你很好，我也很好。咱大家人的好不一样，但是我学了你，我欣赏你，但是我呢，我嘛知影上帝创造我，是我的优点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咱对今仔日的圣经，咱静静来听，咱要听到啥？上帝用伊的话放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要听到啥？代表伫伊今仔日的诗篇只有2节，诗篇第8篇第4节讲，人算做心里看过伊。整个的诗篇第8篇是足水的。我抬头看天顶的日月星辰，我忽然问讲，我是虾米人？对着你圣神甲所造宇宙的中间，我才知影，你将一个尊贵的画面，甲我放伫这个宇宙天地的中间，互我的地位仅略略逊于天使，互我的生命的地位只有比天使离啊较低一点啊。上帝互我觉得真荣耀尊贵，伫国王的面前，伫大官的面前，我嘛不逊色。所以，弟姊妹，代表对安尼开始。所以讲，我的受造。所以，弟姊妹，咱来到这个世间不是偶然。咱来问上帝讲：我为什么会成做这种的人？愿天父上帝对你讲话，对于咱的身躯顶悬看到上帝的阳光，相信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有伊特别的水哦。兄弟姊妹，将咱对自我的迄种的不满足。咱伫今仔日，咱将咱的不满，咱交予上帝。上帝对今仔日开始，我不爱阁嫌我家己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伫你的面前，将这种低劣、足低自我形象，我要甲伊丢掉。我毋是要成做一个骄傲的人，毋是。我要成做一个上帝你所创造我，你要互我的迄种的本性。要用我家己这个生命来荣耀你的名，这是基督徒生活的目标。这是代表的基督代表的话。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水。伊讲，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是我深知。今仔这个礼拜，牧师要邀请咱，就是来知、来认捌、来看到你身躯顶悬内底迄个黄金、迄个宝贝。这不是古伦神父的智慧，这是2000年来逐所在教会拢在帮助基督徒，伫家己的生命中间认捌上帝的创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，咱来看腓立比书第1章第8节，代表讲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。这是和本的圣经讲，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。别为这圣经没有那个肠。只有一个心，迄个心这个字伫原文的意思，就是我的北来啦。原文的圣经讲，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，就是讲我进入耶稣基督。体会这个字就是 into， 就是进入，还是讲 with， 就是讲耶稣伫边啊，我伫遮。无论是我进入耶稣基督内面，还是讲我来坐伫耶稣基督的边啊，迄个体会的意思，就是同理心，还是讲成为一体。所以我了解耶稣基督的心，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这就是保罗的意思。这个北来，伊讲耶稣基督的心，这是北来。北来有心肝啦，肝这个拜牧师去做检查，医生咧甲我解说这个超音波的这个检查，伊就现一张图，我就看到一张迄个彩色的后肠啦、后肝啦，个肝的背后，阁有这个脾脏。
我就有一种疑问，我就问伊讲：脾脏有当时判病拢足慢甲知影，我要安怎会当？伫我还未判病之前，我就当知家己小心。伊讲我今日去甲伊做超音波，简单超音波，迄个若有问题，迄个简单的尾接过，迄个胰脏，脾脏，迄个头，肠仔头就会有发炎的症状，所以你免惊。那做这个超音波的时阵，大概初期就会看到一寡征兆，无咧检查当然就看无。耶稣基督的内脏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心。这个字伫传统上灵修，就是伊代表咱的感情。耶稣听，亲爱兄在听有无？代表感情，代表欲望。所以牧师有甲恁分享讲，有一个祈祷，就是家己画伫手。你若有真贪心，无咱通常袂贪心，但是咱若有迄种的欲望，咱若有无好的情绪，你会当想象家己画手伫这个腹肚，你用上帝，我将我的欲望，将我的感情，甲你参详。主啊，画手伫我的腹内，伫我的脏腑，就是我要将我的情绪、我的念头，将我的心思意念来交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换手来求祷，就亲像五块饼两尾鱼。上帝，我换手伫我的腹内时，就会将我的情绪来交互你。像这咱安尼，你有知影这个祈祷的意思吗？保罗讲，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，耶稣将伊的心意搁落去，对第9节甲11节，恁都有认真读。遐咧讲的就是这种的属灵气质应该有的表现出来，就是圣洁。就是聪明，就是智慧，小人的气质有包含这的物件。伊嘛隐喻就是表明所有其他写无到的，伫圣经中间咧讲，人应该有上帝的性情，上帝的性情的意思。迄个性情，迄个字本身是上帝的本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会当灵命得到成长。保罗讲：“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，因为保罗体会到耶稣爱所有伊的兄弟姊妹，伊的门徒会当长大成人，满满有上帝荣耀踮伫因的内底。所以，有腓立比书第1章11节，这段今仔日咱读的圣经的最后一句话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互恁的互恁的这的生命的荣耀，来荣耀上帝。”我再讲一摆，咱因为耶稣基督所予咱的活命，活出美好了后，最重要的动机不是炫耀、骄傲、荣耀家己。人的死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荣耀上帝。也即愿天父上帝将伊家己的荣耀放伫咱内底。死的活命需要有什么？最后一项我甲咱分享的就是需要有目标。向着标杆直跑，一个少年人也好，一个基督徒也好，咱的人生需要活落存在的意义。我活伫这个世间有一个目的，荣耀上帝利益众人，这叫做存在的意义甲存在的目标。人要因为这个意义的达成，你感觉主啊，我无怨无悔，我来到这个世间，不虚此行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当咱到年老的时，咱感觉我无啥物遗憾，因为该食的、该穿的、该用的、该做的、该经历的，伫上帝所引出来道路顶端，我拢有经历到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水会当互这个世间更加水。亲像咱的教会，若到春天，咱的教会逐所在有无共款的花草。愿天父上帝伫你心内回航，伫你心内回航内底，也落真侪圣神的果子，互你结出所有圣神应该有迄个果子。所以今仔日的信息，我要甲咱讲3项代志。伫今仔日这段经文中间，我要甲咱讲第一，祈祷，求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互咱无嫌家己。有一条歌讲，请你唔通嫌台湾。愿天父上帝的圣神帮助咱，对今仔日开始，请你唔通嫌上帝。
你若嫌家己，就是嫌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主的面前，咱讲：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何德何能？我的生命，我的每一个细胞，拢是上帝你用你的心意甲我创造的。第二个祈祷，我要甲咱讲，就是求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看见，互咱认捌，什么是真正的水。拄则我有甲咱分享讲，空气在人激的水歹作主观，对无？有的人伊搭配穿衫衣的色彩，起来看起来不敢领教，作奇怪，好像不是很和谐的色彩。但是伊感觉愈不和谐愈赞，因为特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真正认捌知影，天生魅力。天生魅力的意思就是属灵的气质。愿天父上帝互咱，因为认捌上帝，咱伫咱的人生的主张就改变。因为认捌上帝，所以咱对水的主张就改变。咱就感觉圣洁、良善、信实、勇敢、牺牲，等等等等，这拢是上水的属灵的气质。一项一项慢慢来学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生命。伫主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就来讲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咱的荣耀，咱的天父上帝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最后是一个家庭作业。咱做礼拜了，咱倒去了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会当搁继续想，一个基督徒水的活命，伊应该爱有什么物件？一礼拜我咧甲咱准备要甲咱分享的过程中，我想太济，毋过想杂，所以抵到我改变我经历的。最后我甲伊只有讲4项较简单，因为想杂袂输咧上课共款，无容易帮助咱体会。所以我最后用4项物件留互咱伫今仔日的周报伫后礼拜的周报文字稿的内底，甲咱做分享。所以第一个，咱来做祈祷，讲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看到我家己，伫我的生命内底有甚物种特别。上帝，你伫我出世的时阵，你就放伫我的内底。有的人脾气足紧，有的人真温柔，亲像和平使者。两个人袂使相比，因为上帝所做的人有无共款伊的旨意。和平使者将来伫人的中间亲像润滑剂。但是咧，个性甲想法真紧的人，有当时伊就是一个领导者、开创者，甚至是一个安那拍死无退，敢伫一个弯曲背逆的世代坚持讲诚实的话。这你敢知听有这个譬如的意思？上帝做人伫伊的世间，伫伊的计划中间，拢有伊特别的旨意，因为这两个人伫伊的人生中间。伫无共款的时间、空间甲人的中间，伊会当表现出来无共款对人的祝福甲贡献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什么是水的自我图像？咱对审美观念真容易受到这个世代的影响甲广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小心不要随便跟世界的潮流，因为这个世间有真多潮流是商业取向。因所做出来的水，无一定是真正圣经内底属灵的气质。譬如好莱坞，比如真侪咱的时下的广告，你看到真侪少年的广告，真少叫老岁仔当然有，只有维古利的广告叫老人出来做广告。出来拢用一个少年，拢无妖魂的，咱感觉讲安尼就是水，其实无一定。老人的白头毛，老人伊的妖魂，老人伊个成熟稳定的笑容，人有无共款的期待的水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上帝看的水，毋是干那外在，这个世间通常咧讲的水，拢是外在。地教真侪人忽略掉心灵内在的水，所以箴言中间讲一句话。伊讲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。因为正面来讲，就是唯有属灵的气质才是真正的美丽。所以今天伫这个所在咧讲起外表的水，
少年人的美貌，伊是虚假，亲像天顶的云，有一段时间过去就无去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第一，求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望咱的心，互咱安尼切一下。上帝甲咱讲，你是我的宝贝囝子。愿天父上帝甲咱肯定，互咱伫伊的声甲伊的话中间，咱无搁再看轻咱家己。哎呀，我是一个工人，我是一个学历无真悬的人，我是一个真平凡的人，不要紧。但是咱永远会当成做一个有真生命、足清气、真善良、真诚实来荣耀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知影，咱来注重上帝既然看人的内心，所以咱就要注重咱家己的内涵。换一句话，就是伫我内面这个人，伫我内面的这个良心，敢有够家去？我内面这个良心，敢有失了？亲像保罗讲，失去了起初的爱心。约翰伫启示录讲，因放杀起初的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拄则我甲咱讲起伫传统的灵修，常常咧鼓励人对到人的内心中间。咱拢伫外面咧找即个有价值的物件，但是真正有价值的物件，有可能是伫咱的内心。所以有一个课程，灵修的课程，就是帮助没有自信心的人，帮助自我图像无介好的人，伊会当找到伊家己内心的有价值的代志。这个黄金是咧比明讲有价值，伫你内心有价值的存在的意义。使命甲人生的目标，所以愿天父上帝的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感动所有的兄弟姊妹，特别感动这些青年。恁开始问上帝讲：上帝，我的恩赐是什么？上帝，我唔知我将来要做什么啊？我要读哪一个学科？我将来要做对一个职业啊？到底哪一个方向对我来讲？是上帝你的安排，我的恩赐到底是什么？你问上帝，然后上帝会互你感动，互你感觉讲，这个物件你愈行，你就有一个喜悦。那是上帝所要互你的将来的路，你有平安，有踏实，而且24小时你虽然足辛苦，但是你安怎？你有一种充满用不了的这个活力。因为你感觉足快乐的，天父上帝帮助咱找到咱内心的代志。所以有一句古老的话，伊讲：人的内心需要结连，人的内心需要找到天怎样管过地，上帝的道路，上帝的性情，上帝的意念，更伟大的事。咱的生命要因为咱找到一个有价值、有意义。因为耶稣基督伊讲，信我的人将来要做比我咧做更加大的代志。这就是咱查经班这2礼拜所读的经文。耶稣甲伊的学生讲：既然信我的人，将来你要做比我所做的这代志更加大的代志。什么叫做比耶稣做更加大的代志？意思就是更较有价值，同款有意义，更加价值的代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，就亲像顶礼拜延续。顶礼拜我甲恁分享讲，伫19世纪有2万几个欧洲、美国优秀的大学，遐学生。因行到天边海角，将主耶稣基督福音传到全世界，传到地极。这个人伫耶稣基督的话，伫福音的感动的中间，因正做一个活出有意义的人生的人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上帝面前修身，咱安静看咱家己。主啊，你伫我出世的时，你所予我的性情，咱唔通看轻家己，愿天父上帝互咱看到咱家己的性情。我少年的时阵，我真知影我的个性足紧，搞受气，
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我有当时措手不及，我唔知要怎样来约束我家己。但是慢慢到这个年龄，所行过的路，我知影这种的性情，上帝给我有伊特别的旨意。我为着安尼，我感谢上帝。我讲上帝，我感谢你。虽然有时我嘛真做一个措手不及的基督徒，但是因为有这种的性情，我知影上帝你是为着你家己的旨意计划所放伫我身躯顶悬。所听的姊妹，咱来享受。雅各书第1章17节，伊讲：各种美妙的文字、招逼的想事、招逼的礼物，各种美妙的文字 charisma， 全备的礼物是对什么所在来？对上帝来。所以咱的属灵的恩赐、属灵的气质，包括咱的智慧、策略甲能力，拢是上帝圣神所托付咱的。咱来敬畏上帝，上帝交工作予咱的时阵，伊就主人以人想使咱有创造性的智慧、有策略、有能力。提别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不要疑惑，也不要怀疑。这个上帝要予咱得到伊极大的稳定。主教牧师有甲恁分享一句话，伊讲：伫我的生命内底有极其宝贝的能力，伫我的生命内底有极其宝贝的能力。我亲像什么？我亲像一个陶土所做的瓦瓶，伫这个所在讲瓦器，是一个陶瓷所做的一个竿仔也好，一个盘仔也好，一个碗公也好。上帝将这个宝贝莫大的能力放伫我的内底。现在咱就甲上帝讲阿们。你要常常我手伫你的心上，你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知你早就已经予我，但是我未晓用，我唔知伫对。主啊，你教我对我的内面，甲伊摕出来。因为伫我出世的时候，你早就已经将这个莫大的能力显示予我。迄是啥？相信。迄是啥？主耶稣基督。相信甲主耶稣基督早就伫咱的内底，咱来摕出来用，毋是亲像扫把，是当作摩西手中迄个管啊，带有极大的权柄甲能力。所以听弟姊妹，听有上帝的话，认捌家己，学习代笔。如果今仔日这个讲道有互你感动，但是你要阁无真清楚。你安静祈祷讲：主啊，你互代表的智慧，我嘛要爱有，听无？主啊，你互代表的智慧，我虽然今仔读，并毋是真了解，但是你所予伊的智慧，我嘛要爱有。上帝，你的圣神亲自甲我教，到我有一日我会当明白。像这毋免烦恼，嘛免气馁。牧师嘛是读到60几岁。才读有出来这节圣经的滋味。以前我虽然了解，但是我常常把它当作形容词。但是今仔我了解，我伫我的人生讲阿们。上帝，我的一生不是偶然，真早你就已经伫我的人生中间有预备。包括我咧准备中间，我一直想着足济我家己成长的过程。我的爸爸妈妈带我去高雄的儿童合唱团加入团员，我唱歌个哩哩啦啦拍袂准，但是早，我的父母就有备我将来要唱圣诗，引带礼拜唱圣诗，帮助我受训练。我的妈妈给我学钢琴，我的爸爸给我学小提琴，我无一项学到会晓。迄支小提琴足好笑，我阁真调皮，摕起来甲人开玩笑。做游戏，我即摆也会记。我记小提琴后来，因为我摕出去讲一个物件，全必做一瞬。但是所有遐训练虽然无成功，但是留落某一种的生命影响咱。所以听的姊妹，伫上帝面前学习，找到上帝，知影伊的奇妙，伊伫咱内心中间，真捌伊。亲自代表讲，今仔日我知
天父上帝，我知影你伫我身躯顶悬，你有赏赐我真特别的物件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将咱家己亲像五饼二鱼，咱定心将咱家己献予上帝。好诶，甲留起来；无好诶，求主耶稣甲咱摕掉。咱内底生命中间若有迄种较负面的，对自我的否定，你感觉不满的，形容词讲自惭形秽，意思是看无家己啦。有一寡社会边缘人，因是安尼，因就离开因的家庭，因就走去无爱甲人交叉，去无人捌伊的所在，甚至到去山顶去秘伫一个所在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咱的礼拜中间，伊的圣神感动咱，咱将咱的人生搁一摆，甲上帝讲：主，我将我的生命搁重新提倒到你的面前，我追求你，我追求你。愿天父上帝将我的无好的负面形象摕掉，主将你的阳光放伫我的心内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互我尊重你所赏赐我万项的一切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体会耶稣基督的心，耶稣基督的灵，耶稣基督所讲过的话，拢表明耶稣基督的心。保罗讲：我体会，我体贴。拄则无事甲咱解说，迄个体贴的意思就是进入，也是讲坐伫耶稣的边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来亲近耶稣，来亲近主耶稣。主耶稣要讲上帝话互咱听，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，所以递到保罗将伊的感动，就写互伊的兄弟姊妹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腓立比书第1章第9节到11节，就是保罗回应伊的感动，伊体会到耶稣基督了后，伊所写出来，耶稣甲伊讲的话，耶稣互伊的感动。伊伫甲耶稣亲近的时候，伊感动一项，耶稣爱人得到丰盛的活命。耶稣讲：我就是真理、活命、道路。耶稣讲：我来是为着要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。所以保罗就将这种的感动写伫第9节、第10节。伊讲起无论智慧，无论圣洁，结出最最义的果子。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气质，的成熟的活命。第11节。保罗继续写落去，就要荣耀天父上帝。那这得去重新读这段圣经，祈祷，读圣经，祈祷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保罗讲：我的祈祷是仰望你安那多加，我的祈祷就是仰望主耶稣基督加天，互恁的生命愈来愈多，愈来愈多。咱伸出双手，甲主耶稣祷讲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更较济的属灵的活命甲气质。迄个气质是什么？听心、知识、财物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将各种的圣性的果子赏赐互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有判断，有分别是非的能力，有活出美好的喜乐。互咱的生命成做一个享受，互咱的人生成做一个幸福的旅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最真实的基督徒，通荣耀，结满满仁义的果子，来荣耀咱的天父上帝。最后，牧师的结论伫开始，我就讲啊，一个水的基督徒。伊徛伫人的身边，伊不但互人感觉讲哦，这个人真有气质，亲像艺术家，毋是干安尼尔。艺术家会当模仿的啊，伊会当留真长的头毛，啊，戴真水的帽啊，互人感觉讲哦，这个人有真特别的，甲人一般的打扮是不一样。但是真正基督徒的水，应该爱有生命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咱的家庭作业，将来人生的功课。咱来常常伫圣经的中间来找耶稣基督，伊爱咱活出心中的水。圣经讲，咱就要有份伫上帝
的性情。拄则牧师甲咱解说属灵的气质，气质这两字伫圣经中间咱找无这种的字，但圣经中间满满有这种的味道。恁要有上帝的阳光，正做恁的阳光，因为我是完全的上帝，恁要完全亲像我，有上帝性情充满伫咱的内底，这拢是咧讲起属灵的气质。所以就亲像保罗讲，过去咱亲像囡仔，讲话亲像囡仔，性情亲像囡仔。念头亲像意见，念头亲像囡仔，长大成人就将囡仔的代志去散。伊咧讲起人生命的改变，心思、想法、意念、性情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会当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求你将遐个囡仔的事，你收回。对囡仔日开始，求你收拾我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。就是一个有价值、更较水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为着要荣耀伊家己，将伊真宝贝、尊贵、有价值的计划，深深感动、摇动咱在这。顶礼拜牧师甲恁做的祈祷，就是上帝啊，求你再一次的搅动我的生命。恁会记得顶礼拜第八吗？求天父上帝搁一解。激励感动咱，互咱为着一个更较有价值的人生，咱来向前行。愿主的阳光甲恁三个伫地，毋是咱水，是因为上帝将伊的水放伫咱的内底。阿免吗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会记得今仔日牧师甲咱分享的4项，请恁放伫心内继续想。咱要讲做一个。有水的属灵气质的基督徒，第一，咱内面需要有圣心。若无圣心，人只有血气；若无圣心，人只有世俗。但是当圣心若来，光若来，黑暗就离开。圣心若来，人就得自由。第二，咱需要有好的心，有真侪人真歹心。因为做代志的动机，经常就是攻击、侵占、伤害、欺骗、垃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无为着利益来改变咱的生命，因为咱是属上帝。所以牧师要甲恁分享Logos Moi，我内底的欲望，我内底的性情情绪，我的心思意念这3项。我的欲望，我的情绪，我的心思意念，求天父上帝将好的心思意念放伫恁的内底。第三，到只有上帝的气质，上帝的本性。上帝讲：“我是完全的上帝，你是我所创造，代表我。咱是上帝的囝儿，咱代表上帝。兄弟会记得，咱所有一切气质的源头。”就是主耶稣基督，最后甲圣神、甲上帝讨。主我来到这个世间，你爱我做什么？咱的人生要因为存在的意义，一个有意义的代志，要彻底上改变咱的人生。一个有意义的呼召，主耶稣基督的呼召。主耶稣用伊的意义，用人的使命来呼召伊的学生讲，来跟对我。恁就要伫今生得百倍，伫将来得荣耀。愿主的神，互咱读、听上帝话，会了解，会感动，佮享受上帝伫咱头前所备办的。互咱将做一个互圣神充满的人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就亲像但以理，上帝美好的灵。就点伫伊的内底，这就是第一项。第二，所有一切的气质是对上帝所享受。第三，上帝已经将伊的性情收束互咱，咱的属灵的气质是对上帝来。最后，
请耶稣基督以圣洁的活命，伊的宝血浸入咱的心上，互咱活出上帝所赏赐生命的魅力。就亲像圣经讲，上帝创造咱，要互咱成做美妙，伊个将逐种的意念放伫咱的心内。阿门。主啊，感谢你。愿我对今仔日开始，成做一个有上帝的话做我的心思意念的基督徒。主，你帮助我。主啊，我感谢你。我深深知影，我来到这个世间是你奇妙的安排。主，感谢你。阿门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伫今仔日，你搁一摆将你讲过的话讲互阮听，互阮知阮是你宝贝的囝子，互阮知你将你荣耀的圣情充满伫阮的内底，互阮看见，阮来到这个世间，毋是一种的浪费，嘛毋是过一日算一日，糊里糊涂，无目标，无意义。主，求你帮助，特别是这少年人，互因伫将来为着将来的旅程，静静听你圣神所讲，你圣经的话，互这少年人因为圣神的感动，因找到人生的价值，甲因头前所要行的道路。主，阮感谢阿罗你，阮将阮家己每一个人大大细细拢献互你，愿主你接纳，愿主你使用。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